假使讲唔冇爱，要买现后时间变慢，爱回答出去来越南旅行咯。正月行送一回，唔除非天天的哀伤，24负责的慢时光。你讲去到昆明差唔多500多公里的小山，咩存在历史时光的故乡，有当到出人探索的城市灵魂。而详情呢条位有乜嘅感人的故事咧？你也听得爱去拜访人呢，柯立宏大哥。你讲。要在本人评做中国千本以上的迄个城市，自古以来就是典装茶马路路的总驿站，同时世界的那些文化的进化，宋元以来形成的古镇风貌。本理讲，在1997年列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城市，那边作为旅行人漫发旅游轻重要所在。今日就听咱这位向下眼里城市的闹热，感受历史的脚迹。看来个。哦，俾叫定咧，看到伊咧，一落来啊，我就当欢喜，心当开啊。哦，约我那边那边。大水车丽江古城那个它指标性啊，靠后勤呐。哦，那六九底部是骑摩咯。以前的丽江古城哈，它那个水哦，东多啊，哦，它整个水流啊，我靠着水车。世界文化遗产。丽江古城呢，在联合国有3个遗产保护。文化遗产，文化遗产嘛哈，还有个自然遗产，自然遗产的三江并流啦，记忆遗产呐，这3个联合国保护，这个很少见的。哎，你孙女儿是3冠王哦。哎呦，是哦。一开始来看到董震撼又董平，非常的新鲜。昆明啊，其实大楼林立，交通又便利，一进来这边，你知道我很像从那个走到画里面。然后这种东江的山水画，然后又有色彩啦，又有东都的古厝，哦，其实是心旷神怡的。哎呀，古城它历史也很悠久，然后它又是世界联合国在保护，遗产嘛，哎，就保护啊，它的整个环境哦，一好了，哎，你入来东都入口哈。有，你看那抹围墙，那丽江古城。抹围墙，城墙，有城你要抹墙哦。因为以前呢，你看土司哦，土皇帝哈。哦，土皇帝。哦，姓木啊。姓木头的木啊，姓木啊。那围起来哈。不要爱团，围起来很多困。啊，所以说以前都冇做围墙啦。哦，出来牛形来，那看到两位屋的全部係。古意盎然哈，传统的纳西建筑，传统纳西建筑呢，用泥土的较 Q 啦。哦，用我刚走外就泥土呢，它是旧的，很耐用哎。哦，你要这个木造房哈，不要看这种木造房，它使用年限可以到200年，可以到200年啊，不会坏的。这边干燥不会受潮，所以那木头没坏啊。哦，来就提到哦，原来这里的气候啊、土地也好啊，整个让这个城市完全跟我在别的地方遇到的完全不一样。你讲喺宋朝时节起嘅，文当时嘅统治人莫斯土司，老李讲我名做太原，有文化兴邦嘅意思。故所有很多太原镇，呢位是喺滇西北嘅镇市，军事重镇，到经济文化中心，经过嚟东岛朝代嘅影响。融合嘅康民族嘅文化，名扬四海。最令人难忘嘅係佢家家泉水、夫婦水流嘅景致，行啲古上度，像穿越時空，有一種特別嘅韻味。這個有這個城的一半了嗎？冇咧1/10啊，差不多一半就啦，差不多一半了。來看啊，你哋邊老了吼，按宋文收入，佢唔啲哋邊係幾多年嚟啊？7、8年了。7、8年了，哇！跟一開始我想到講，喺台灣安好嘅工作做元行，應該說朝9晚5啦。我想得來，啲啲位都冇強樣嘅成分咯。人生哦，要求我們每個人的希望的過的生活冇強樣啦。銀行上班壓力也大。跟你喺乜個體驗下，就突然想要來。我開始在陝西西安。陝西哦，西安做嘛？做房地產的，待1年過去山東濟南，做1年就去廣西南寧。哦，因為廣西南寧，還按多長時哦？辦了留職停薪1年。嚇出來啦！停止留職停薪1年以後，我咪在泰國幾年咧。天氣講幾來呢種嘅。
哦，吉生咯，啊，当亲戚咯。佢來簽記了就出來啦。係簽記了啦。了幾久？簽記了1年咯。你在什麼樣比較下發現說，哦，我覺得麗江真的很適合。很舒服啦，你講第一個生活的氣候很舒服啦。哦，還有一些這個節奏，生活節奏很慢，比較悠閒，沒有壓力嘛。旅遊城市嘛，你們當到朋友個3不5時個過來聊聊，朋友越來越多。你們全國各地中下游朋友啊，比較不會去追求什麼名利啊，就是比較輕鬆嘛。一般麗江它這邊人跟人之間的交往比較容易，都不會有那種防備心啊，或者想害你的心，一般是沒有，就是比較會融入一片。就像你轉去我卡隔壁鄰沙，就是隔壁鄰居好朋友。你麗江這邊你隨便人家打招呼，人家不會覺得很奇怪的，真的。就是很容易交朋友啊，各方面都覺得很自然的，很自然的，跟那種大城市裡面的那種人際還是有點不一樣。跟到你以前的台灣上班那麼制式的生活，到這邊落差那麼大，你自己有沒有轉換？那個過程有沒有轉換得很久？都是一個轉折啦。以前在台灣的時候啊，用着賺錢哦，賺太錢哦，對吧？升官發財哦，但後來想一想大家觀念一些價值觀念會改變。改變第一個就是不會有那麼大的壓力。壓力。以前這種整體壓力，這個事情就是你晚上會睡不着覺，會失眠的。我睡很配。來這樣不會啊，我每天睡得很好。所以在麗江待久，一個習慣會變懶，給自己的壓力不會那麼大。考慮返泰國係啲苗栗來嘅客家鄉親，8年前啲朋友小幾下來麗江旅行，本嚟係風向面前想到，故所本佢決定提早退出職場。前無強嘅人生，柯大哥講，現在麗江係理想老現實嘅妥協，老太上司嘅無限壓力比起來，唔懂使到配皮嘅瀟灑，見到輕鬆自在。故所柯大哥打開了事業嘅第一春，漂嘅蘿蔔經營客店。這位，嘿，應該客棧到了。哇，門後雖然講，只不過你喊他講。歡迎。哇，很強哦！你差唔多9間房。9間房。9間房，9間住樓下樓當咩9間？9間。有乜？你全部唔自家設計係嘛？自家裝潢嘅。自家裝潢。強人裝潢啊！自家開錢強人裝潢。你係細時候出同學，人哋以前係咪待過3合院嘛？待過奶屋嘅，就轉嚟就塌落來，就知道當場轉到自家屋卡嚟。古代古色古香嘅風格啦。係啊。2000年上市度特色國嘅開發利用，造成當地古商面臨拆拆嘅運命，為咗避免過意敗破壞，啲古商度嘅營造法通都受到中國政府嘅嚴條管控，故所經營客店行較無按改。對於旅行嘅人來講，託一間中意嘅客店，日本理想行較順勢，行業柯大哥嘅客店度。萬乃嘅都做得感受到用心到貼片，按你維護起來不當困難冇？不哦，你要做客棧乜嘢都要做，木匠啊、水電啊，那都萬能嘅。甚至打掃都要，有時候忙不過來都要的。跟龍你以前的台灣經營冇強，你的台灣全部都長官說什麼你去做，自己喜歡的事情你就不會覺得累。還是得做啦。邊古城做唔得同嘅東西，做唔得亂同，大家都在做客棧嘛。你競爭要動會很激烈。古城因為旅遊人口多到人都旺季的時候，都每一家都滿房嘛。每一家滿房都沒有所謂競爭的問題啦。全部都好朋友。中國好朋友做說事說你要不係客滿嘅，就講隔壁行就房間冇。這個當像一家好朋友，一家就是像大家互相幫助啦，像一家人一樣嘅。全世界人較多少嘅？係啦，交朋友。古所講，佢哋處理一落來，那麼之後，他就像你們的家人一樣，我進來很自然，他們也不會覺得很奇怪。人較幾耐，條件咩嘢唔低哦。係正經係人客落來，誰是老闆啊？搞不好我都覺得你是客人。加講笑嘅啦。不過當然喺到兩邊當然開客棧自己住又可以賺錢，還有一定有真正的原因嘛。
因为唔对面黑一年的啊，一定有别的事情在做。你看像某杯开店就开店就好啊，某一天要开客栈啊。那么上一年啊，啊，之前呢，你讲的时候来想，我做嘛该好啦，哦，啊做唔得讲冇事情做嘛，哦，嘛找点事情做嘛，啊，想讲啊都，慢慢的分析结果了，讲哦，人较昂多，啊有带，哦，啊开客栈，当初想的时候较轻松啦，较轻松啦。哦，啊，开，连嘛开餐厅都较忝啊，事情较多啦。主食又较忝。啊，就客栈，啊，个认识新朋友嘛，哦，从熟识东人，哦，常常有朋友来请了，哦，啊，就想开住的地方较轻松的。哦，讲到朋友，过一两年啊，过2-3年又转了。你掠到朋友当摆都有感受到遐讲，遇到本嘛该东西，吃到讲，我正经拢以前无穷用咯，交朋友咯。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哈。人家说，三人行必有我师啊。那来住的客人哈，都各行各业哈，各种专业的都有。哦啊，你就会学到很多东西。来在丽江哈，不出丽江，我可以知道全世界的事情。讲是开客店，是为了生活安定。没想到做得认识一群同样想法嘅爱种知己，对柯太哥来讲，实在都难得。不过对你讲，除了严重单纯生活的美食，还有一项当地文化，是挺受人认识的哟。你阿强还看看呐？少数民族有文字哦，也不多嘛。有文字的民族不多。他们算是有。他们有东巴文。东巴啊，这就是被保存的那个东巴，可以用发图用。不修，这还蛮重的。对。这个还有点力道哦，踩着。老师，那我现在手下去，踩好哦，踩好哦。我害怕，妈妈在笑了。很紧张啊！带我们来试呢。亮爱迪3。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来。还有呢？蛮紧张来的。可能在。列在。盘呢？你低冇两码事？还没唔低啊。你要当枪你太大。银啊。对。这它是一个水的吼，穿穿哈。山川什么？你吃出人家讲的象形东巴文，像类似象形文。东巴字哈，它有2000多个字啦，用形象来分明的。东神七又有土啊，又有发哈，就表示那个时候的人用这个来代表文化的传承。对。纳西族的料比差不多几多？差不多32万呐。30万。30万。其他民族，白族、纳西族，康熙吧，东多了。不同品那个不同种那个民族很多。这位还考人的问题哈。健康啊。还考人的问题。来老料的呢。44年了，来。后来下次。天雨流芳，马来西斯。天雨流芳，松田流下来的水。出州的灌溉大地，然后变得非常的香，然后人都可以在这边得到很多的正能量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天雨流芳呢是纳西语，去读书啦，去读书，去读书，44，台基斯的去读书，去读书，因为呀44很多天去读书，翻译啊，给直接反过来，纳西语直接翻译，纳西语反过来汉文。汉文就音呐，它的音呐，它的音，天雨流芳，天雨流芳，去读书吧。汉人可能因为这个谐音的关系，就把它弄成汉字。跟用个你比较排的第2名哦。其他纳西族哈，就是鼓励生人的哈，拿读书，求取功名。所以他们有文化，都是要努力念书嘛。你要多读书，你才可以成就大事，对，功成名就。纳西族係中國西北古疆嘅一隻字呢，大約喺西元3世紀使到麗江來吃。納西族有自家嘅民俗文化，本然係做東巴文化。千多年前創作嘅羅文詩東巴文，係當今世界上唯一漢地嘅使用嘅象形文詩。頭擺了條象形文詩，本然刻喺書頁石壁當，唔過聽人時代嘅演進，淺淺嘅改寫到字當歌。為咗幫漢人當人認識東巴文化。
云南政府成立研究院来做保护传承。对这项文化当想要了解的课太高，要带我去认识制作东巴子的朋友哦。行我了要躺到机台哦，披到了空气，又看到了木个，还有正经当中做了爱细细时间，你知道？那了个以前台湾的 Q 木吼 ，Q 哦，兔奶木，兔奶木，兔奶木哦，两位不能出油的建筑。以前 Q 的叫做到了款呢。哦。甲以前甲台湾共款。哦，当用米丝的。哦。两个朋友做个东巴子。哦，他是那个非遗文化传人呐。何老师，在不在？哎，何老师，给你介绍个人。何老师你好，你好，我们的台湾客家电视台的那个哲伟。你好，我是哲伟，何老师好，何老师好。何老师是这个东巴手工纸的传人。哦，东巴手工纸的传文化遗产。哦。然后传承人很重要的。哦，我没想到你弟弟会按成日哦，连两位都弟，连老师都弟哦。哦。东巴纸是一种同中国的少数民族手工纸。照记录讲，东巴纸的技术是唐朝起始的，到今大约有1200年的历史。这种纸啊，通讲做得保存1000年唔会灭哦。古时头摆本人用作东巴经文，然后画东巴花的专用纸。2006年，本人咧做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比赛。到底东巴纸係用嚟做嘅喏？这样子，哦，修，撕开一点的了。哎呀，撕开一点点。接下来就可以出了。这个可是这怎么冲？用手吗？搅啊，搅。这还蛮重的。对。哦，这个还有点力道哦，这样子。对。一只脚还是2只脚？一只脚。一只脚。好。手扶在边，手扶这边好。那样。好，老师，这个器材是你们就以前就是这个样子。以前就是专门捣米啊。捣米。好，老师，我觉得我好像有点笨，你要不要示范一次给我看？哎呦。哦，弹出来没关系啊。没事。好，老师，我来。这个果然要有一点技巧哦。哎，有没有样子啊？有啊。你用这个器材用了多久？几年了？这个是我们从小的时候。从小啊，哇。对，因为我们做纸也是从小就给我父亲。是。就传下来了。哇，这也是传家宝啊！你要传给你儿子女儿。其实啦，安尼做纸要正经动忝是吗？不过咧，一边还有点晕通，要懂得这个肢体协调哈，然后一边找到这个做纸，其实还蛮有乐趣的。对，踩后面一点，踩后面一点，就轻一点。这有一点像安尼特殊的杠杆原理。其实让我知道显影的指挥啊，动腔，因为让我踏到了虽然有点 QQ， 有一点点艰苦，不过我知道你也动腔来弄当时的文化接到先呢。虽然真的有点喘。老师，这个器材你说传了这么多年，你有没有想要换新的嘞？就是换新的，或者是用机器来做，是这个传承的没有传承的意义。传承。因为我们是做传承手工造纸嘛。如果是这个器材换新的，就不是手工了。这做纸技术虽然看起来简单，不过是在当代讲哦，在工业化、网络化的时代，愿意来学技术的人越来越少。当代传统工艺都传不下去。霍先生开展文化传承的使命，几10年来坚持用松树、老岩石的技法来做纸，各种纸都代表霍先生的用心。他的坚持、坚爱，本系当佩服。差不多好了吗？差不多了。那我们要拿出来了。可以拿出来。这样可以做多少张纸啊？这个可以做3张纸。3张而已。来。
来差不多2分毛，两在做3种，所以这3张纸不只是劳力换来的，还是精神，还是文化，对不对？踩着，老师，那我现在走下去，我还蛮害怕。踩好哦，踩好哦。不怕。你准备好了吗？知道。我害怕，不能放下哦，好吧？因为我也扛不动。妈妈在笑了。哇！名起来吼，圆圆像嘛个gì嘛，像棉花浸到水嗰種感覺。做我們的大宋體，因為人係當辛苦，踏入綿綿，我一點一滴都不能浪費，因為呢，少了一點紙就不完整，你不覺得嗎？做銅把紙嘅主要原料係啲海拔2300公尺以上嘅高山來嘅，野生有罕見嘅植物苗花。呢種植物了了又土，古所有防蟲防蛀嘅效果，做啲幫蟲使用嘅嚴限，唔過一口飲到做紙嘅鹽，高尚度一模都好，皮膚出嘅過敏防蛀，2-3種楊樹皮將做得做一種泡泡嘅紙，顯示嘅銅把紙嘅珍貴，又冇便宜哦。哦，要非常的慢，等於是因為剛看到這底下有洞，所以它會把這個紙留在上，纖維留在上，水流掉。然后这样就，这要非常非常细心呢。这样的动作要做几次？这个呢多做一次。都做一次，还是要再多做一次？这样做一次，然后拿起来，贴在那里，贴在后面的铁片。哦。来開始動緊張誒，一邊係動強，在這邊功虧一簣。我知道啊吼，做兩件事情，一步一步做下來啊。我會想到，譬如講，你哋阿成發啲讀書底背讀，拿字啊，拿乜個東西都很方便。你這提供一張紙、一支筆，做起來冇簡單。你說你一天可以平均做多少張紙？30張，然後是全家一起嘛？對，一個人撕，一個人搓，一個人撈紙，一個人搖紙。家人都在做這件事，你有沒有覺得可以凝聚在一起的感覺很好？然後就是也算是跟家人透過紙，然後建立感情。我們東巴文化為了傳承。為了傳承。對。我們原來我是電焊專環的師傅，也是電焊專環也是做過10多年，但是電焊專環那些是不是什麼傳承方面的，所以我就把那些不做，專門要改行做這個紙。我們這一代不傳承這個做紙的話，以後就會流失了，下一代就不會有。存在这个东巴造纸、东巴手工造纸这些，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必须要把这个纸一定传承下去，传到下一代、下几代那种。你每次做完一张纸的时候，你心里的感觉，这纸对你来讲有多重要？就是我们做出来一张纸，如果是薄和厚都是很均匀的话，我们拉一张出来也是心里面有很出神的谢谢啊那种的。我是，只想越做越好嘛。哦，越希望它越做越好，越精致。对，越做越好，然后就传承的人是越传越多。来聊哈，还有一个事情我给你体验一下。哪个事情？马帮。去买。去買，你覺得咩？係啲台灣咯，呢個動作地方就唔敢去買。哦，你忙着點嘛？他敢把點馬係罵人的意思，你冇借機罵人哦。點雲南的簡稱啊。何老師，你今天是不是因為我今天很努力的在做紙，你就把你的最好的料理給我吃了？是，這個是土雞，這個是臘肉。
腊肉是土猪，也是自己的。对，也是自己养。你有口福了。真的呢，哎，纳西人都是吃这种吗？对，这是传统的嘛。给你吐来来味啊，就知道这个地方一般人一定不会抵啊。你要特别爱记的文化。来像个东巴文化哈，比较其实也跟中国的那个文化哈很有渊源，就是这样保存得很好。那其实很多文化都已经在内地在一些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破坏掉了。但是只有这个东巴文化一直流传承到现在。那也很多像何老师这种，就一直在专注、很坚持在做这个东西，那不容易。其实研究不透的东西哈，你了解不完的东西，你就会感兴趣。像说何老师之前跟我讲说，他们以前的东巴，其实他们的东巴就是一个祭司，到现在我也是一知半解。但是慢慢深入去了解一些东西，所以他这个传承的东西，保存的还不错，那也值得去探讨研究了。那我现在还研究不透，也是慢慢在了解一些东西。都是有缘，大家走在一起就是家人一样了。对，像家人一样。也没有把他当朋友，有时候当家人呢。你去过他的客栈没？去过。他们邀请你就干脆住那一晚啦。就想送上。你很想啊，因为俺跟他坐下来的时间啦，因为坐了跳演，对吗？然后他媳妇就说，你坐过去一点了，你是怕我跑掉是？但是这两人感情的哈，你们俩感情很好，你嫁给他，这样算几年啊？有10多年了。10多年了。我家大姑娘也有12、13岁了。哇，那你是很年轻就嫁给他哎？年轻的时候也不懂事嘛，走在一起不懂事，你这样。但是人品很好，就被他这个给感动了。合作东巴子嘅规则过程，我会感受到佢嘅神秘感、历史嘅盆藏，到自种嘅强摇，出安嘅结合腔下，啲体验度唔但只得到嘅快乐，同時每本古老嘅東巴文化得到嘅清出家嘅傳播。老佛先生兩公婆大嘴鼓，本嚟感受到佢哋身後嗰種能量嘅淳樸，更加感受到佢哋為自家文化堅守嘅驕傲。你我特別喜歡那些文化。那些文化，東巴文化哈，你看那聯合國都在保護嘛，那跟我們的客家文化，我也覺得有點接近，很接近這些東西。那它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說，你看東巴文化，它自己有自己的文字，就是象形文字啦，自己的語言啦，古樂啦，還有它所有的那種祭祀的儀式。他們過年過節一些大的一些節日，他們也會辦一些祭祀的一些活動。那這個跟我們那個客家文化都很接近的，很接近。所以可能就冥冥之中，就讓我來到這裡，然後喜歡上這邊的一些東巴文化的東西。也比較隨性的，不會說賺錢他就拼命送錢他們不會，就是按照他們自己的生活習慣給自家歡喜那樣子的，比較偏隨性一點。做暗道事情，呢條事情啲台灣都冇做過較少咯。台灣冇時間啊，較冇時間呢。那種時間當多，他像那些組誒對人生那個價值觀念也會影響到我。你有玩過？他們的價值觀都也不見得是以名或利為主，他會按照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需求，然後去過他們自己的生活。那我來這邊以後，像每年我們都會到山上去資助一些貧困的一些山區的小朋友。這個在台灣也沒做啊。那到這邊來，我就覺得說，這事情也是很多，就是讓我改變的一些東西。所以每年都會去，盡力嘛，自己的能力，然後到山裡面資助一些比較貧困的一些小學生，這樣。哎呦，你都冇講啊！嚟勞動啲慢活，點解讀出正經啲慢活？柯太哥講，勞動天然留強下嚟紀念，學會調整老調節。不過你下非常起來，本自家都知道不可思議啊！冇想到生命要做得咁單純。呢世界嚟本柯太哥身上嘅簡單情懷感動嘅，佢嘅分享要幫我重新思考人生價值。經過英語嘅文化洗禮，柯太哥講要推我去試一項神奇嘅體驗哦。
来了吼，还有个事情我给你体验一下。哪个事情？马帮。骑马。哎，骑马，你看到没？喺啲台灣哦，喺個動道地方啊，就唔敢騎馬嘅咧。哦，你冇那顛馬。客家話顛馬係馬人嘅意思，你冇借機馬人哦。顛雲南的簡稱啊。雲南滇哦，滇馬。古菜吼，那都靠它马来运输的云贵城的茶叶、药材，那不能开车嘛，就是靠这个马驮物资，然后做一个经贸的一个往来。哦，茶马古道。所以茶马古道。哎，我们可以骑到骑到中非啊、南非去了。茶马古道係特殊嘅時節探過啦，就唔止講原來我哋喺度做出呢件事情哦。哇，啲當中腰呢，話其實啊，我騎過嗎？我冇騎過，所以我有啲驚吼。还有聲音哦。嘿，這是我第一次騎馬哎，哇！往左就拉左邊，往右拉右邊。是哈，哦，好，哎，來走。好，拉過來，往左邊拉。他不讓我拉，好，你牽好了。哇，哇，好，好，你去哪？他主人不在，不聽話了。其實啊，我覺得第一次騎馬還蠻好玩的，雖然我有點緊張，但是平衡感要很好。哎，柯大哥，哎，那聽得挨哦。哦，聽挨去吼。茶馬古道，唐起來以前出去，騎到山檔，係冇？翻山越嶺。翻山越嶺哦，這邊都當演的地方哈。這是我第一次騎馬。你第條有接來？哦，從這來騎哦。從這來騎。哎，這。這米。第二個就是我們這個福州茶馬古道的甘泉。嗯。哦。體驗。茶馬古道就是1000多年的歷史。哇，1000多年的歷史。哦，對，幾千年了哦。茶馬路路講嘅係四川、雲南、老西藏來來去去嘅運輸路線，為到嘅係老四川、雲南生產嘅茶米送到西藏去，vận在西藏嘅蟲草、皮毛掠到。頭擺啊，交通冇便利嘅年代，山路又崎又危險，呢條路啊，單單以是馬幫一步一步行出來嘅。為啲交通中心嘅嚟講，雖然唔係茶米嘅產區。三尾因為安樣變做鬧熱商業上，也唔單槍係做生利用，還來群嘅各民族之間經濟文化嘅交流。呢歷史地位檔唔會輸本師出之路哦。我們最後一批，乖一點，乖，這樣。他想說你拉他拉太緊。不是，你乖點。大哥，不好意思，讓我笑一下，因為我們是客家人嘛，台灣的客家人。剛剛大哥跟我說，這裡的馬叫滇馬，剛剛在甩頭，因為我們客家話的滇馬是瘋子的意思，女孩子瘋掉叫滇馬。剛才就觀頭，他頭甩得還蠻美，太好笑啊！不好意思哦，我失控了，太好笑。你剛剛說你住這邊10幾年嘛，對不對？你是哪裡人啊？我是當地人。當地，所以你是哪一族？就是納西族。所以納西族也有經歷過這一段嘛？祖爺爺那一代就是那個。祖爺爺那一代。祖爺爺那一代就是那個專門那個走那個茶馬古道。難怪你這麼清楚，你可是傳人呢。因為這些也是那個自老祖宗傳下來的哦。對，因為呢，我們原來就是以前就是山高沒有路，我們原來就是採那個雲南的普洱茶嘛，然後把那個普洱茶從這個馬背上拖出去，拖到西藏拉薩，我們這邊沒有的東西又拖回來，這才叫茶馬古道。是哦，那現在沒有在拖茶了吧？變什麼？現在那個改革開放，然後呢，交通那些也發達了。對啊，也沒有人在騎馬了，騎馬就變成觀光娛樂了。觀光旅遊嘛。旅遊，對啊。現在來說就是讓人玩一下而已，還有那個。家裏邊的東西那些馱一下，所以這就變成草馬人道了。對，現在變成人馬古道。人馬古道。這樣是馬幫為咗生活，用馬來拔東西，攀山過癮，用血汗換來的收穫物質。呢下記的故事變做係鐵有的歷史。呢條路路咪變做係來到你講，聽出係經驗嘅發通之一。冇想到啊，是其一小段路。所以我喜茶喜結，實在本人想唔到，這樣是馬幫係用嚟行過了長長嘅路啊！離開茶馬路路，可大哥講，佢比如項重要嘅事，佢再去賣菜。做馬賣菜呢？不管啦，佢隔嚟看啦。買紅肉嘅
买嘛该？买到香菜呗。买香菜，有香菜一个。你好。你好。这些5块2包嘛，2块拿给你1包。2包该错你嘛？俺唔知诶。龙须菜。妹。豆荚，豌豆荚。豌豆尖呢？什么？豌豆荚，这个怎么卖啊？5块2包，2块拿给你，2块1包。哎，这很懂听，你谈什么？4块钱。你讲嘛该？100 2块。100 2块。嗯，100 2块。然后他刚刚还有什么？3把。 2包3块。100。可以，这个先这个。我还买点别的哎，还有什么猜想吃什么？有没有见过的？来这个。声音。你2包你嘛？5块2个。哎，阿弟，这个叫做那个，这是什么？薄荷。对。那个大姐，你是哪里人啊？我们是基山的。基山。我太笨了，我都听不懂。你好啊。哪里？金山，丽江的金山。丽江金山。薄荷怎么卖啊？5块3个，拿给你，5块2个。不用这么多，不用这么多，谢谢。这个2块是不是？你在这边卖菜多久了？我卖了是10多年了。10多年了，他常跟你买吗？有。那你吃过他做的客家菜吗？吃过，笋丝那一道吃过，这个就第一次吃。哎呀，这个你懂会空呢？哎，这个你懂有家乡的米食。柯大哥做的鱼也好吃。鱼是不是？我觉得你13年的时候应该不是2胖吧？你应该是5胖，一直往前进。啊，1块钱啊！然后你在台湾有自家买过菜吗？有啊，台湾的超市买的多了。超市，那种喜欢逛这种传统超市。啊，真的。跟一开始你做糖还是什么？兄弟讲法。我慢慢习惯了，慢慢习惯。跟慢法时间上来了，我完全听不懂，我只是那。你这条 V 啊，按多年哦，用一点地方，差不多几久的时间？几年了？几下年时间。几下年。哦，佮冲俩按多出来，来发现俩 V 都冇乜变相嘞，样板保存。要水啊，洒水啊。跟某些听讲个啥？俺都冇见过。姐姐，大姐，我问你啊，这个菜啊，你看这么多，如果没有卖完怎么办？卖完嘛，转账这点背回去嘛，未做未结。我请一下翻译哥啊。你唔系讲。我种想法，千重要係用心觀察、沉入體會，創作的聲音及融入。而行業市場嘅想法，最佳嘅方法，吹到當地嘅市場去昂。雖然語言有啲限制，不過啲啲位做得感受到老台灣腔樣濃濃嘅人情味。買好吹，3點就轉到客店煮飯咯。需有朋友到來，柯大哥聽說我親身煮一隻好料嘅，我已經點唔切咯。哇，柯大哥真懂歡喜呢！啲條位批到一家家鄉的米食，好朋友來哈，他們是都是客人呐，好朋友啦，好朋友。帶兩位好朋友，因為這個柯大哥我今天去市場的時候，他特地要準備好吃的。我先來跟大家說好了，客家菜最好吃，你有聞到酸酸的味道嗎？這一道來，我們先吃，好不好？這個叫做薑絲炒大腸。哇！我也好想嘗，怎麼樣？蠻好的，然後比較開胃。開胃。對，因為有點酸的毛。吃了這個道菜，習慣嗎？口感怎麼樣？因為那個我們客家菜跟我們廣西的差，就是那個口感是差不多的。哦，對，因為你是南邊的，對不對？哦，沒有那麼鹹。另外一個要吃的是什麼呢？客家人哦，非常的勤儉。又樸實，很多東西啊都曬成乾。你們知道竹筍嘛？筍子弄成乾之後，一樣炒肉絲。你要有一句話說：無竹令人俗，無肉令人瘦。我看你吃東西好好吃哦。對，比較開胃，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又開胃啦。對，所以為什麼那個跟老大哥認識這麼長時間？對，也是那個這個原因。
你是多久没来？前段时间最近一次就是2月份。2月份才来过。但是我跟柯大哥认识的时候是13年的时候就开始陆续来。13变到2017嘛，哇，也4年嘞。每一年几乎飞丽江的机票大概有20-30。哎，我跟你讲，累积里程数找他。有20-30次，这真不夸张的。真的？那你吃过他做的客家菜吗？吃过，笋丝那一道吃过，真的是这个就第一次吃。我觉得你13年的时候应该不是2胖啊，你应该是5胖，一直往前进。第一次做，曾经当会空呢，哎，曾经当有家乡的美食。看个，我曾经吃到，我俩弟耶，弟讲哦，你让我留落来味，讲伊无看人生，因为。出去本大家有一种转到不开的感觉，像我虽然讲来见热天天啊，我一开始我就知道哦，你真然当唱不开，狗狗也好啦，泰国也好，它隔壁邻晒泰国，就是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。特别是到你煮暗好食的东西，来用菜来介绍台湾，介绍人家。那客家人哈，那客家菜嘛有历史的哈。系哦，推广哦，当然也唔稀过人，像江诗岛大肠。基本很少人吃的，其实磨麻油会做了，磨麻油会做，真嘅磨麻油会做呢。整个丽江可能没有人做这个。我自家说起来哈，像我一家家乡的面食，像阿婆啦、那广州的啦，这个很道地。我刚刚跟柯大哥说，这个菜吃起来，我没有想到我可以在丽江吃到我自己家乡，譬如说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做的味道。我不知道你回来的原因是不是也是因为好像回来看家人，也差不多有这种感觉。为什么这样子说呢？就是我们在外地漂泊的人呢，累了，就是特别想家。那丽江也是给我这种感觉，就特别就他在的时候，我们就特别就想在那边累了就想回来。确实也是，喜欢吃他做的菜啊，也是想跟他喝个酒。对，这个是事实，就是他，就是台湾的。饮食文化我们是不太清楚的，那也是柯大哥教了很多，比如说我第一次尝试的乌鱼子也是他做的哦，对，这是一个每个地方的文化交流，就是你吃了这美食，你会知道说，哇，你以后到任何地方吃到这东西就知道说台湾，对，你那时候为什么住在这边1年多啊？是还没有找到媳妇儿？我比较好玩哦，当时来丽江的时候。也是随心所欲的玩，最后认识了柯大哥，然后感觉就是跟一家人一样。对，所以说有事情的时候我就回去办事情，没事情的时候我就飞回来，就觉得生活中多了一个亲人，对，而且这亲人可以让你的生活更多彩多姿。对，因为缘分，将做在电影海度相互认识，带着爱种第一种的朋友，都变作柯大哥生命度重要的一部分。可能上所，不过唔会等人行。所以诚心对人，就会成功的关键。既然不会说呀，气氛当好，为了安在一日，留下幸福的回忆。今日柯大哥带我来到佢當地嘅所在，呢位唔單槍有本人情感挖開嘅面件，咩佢接啲不當我嘅所在。跟你用时来啊，航空你来，算真的什么都没有带。就带了客家人的精神，有介绍俾嘅东西啦，吼，有东西认识台湾安好嘅人。你自家我讲想讲，哎，差不多咧，我转台湾咧。从我讲哦，人生哦，人生梦梦。有的也是不得已哦，有一些也是会身不由己吧哦。当初我会想说离开台湾，当然也是很多原因哦。在很多那种时空背景下，就是来到这里，那当然对我老婆啦，对小孩啊，对我家里，对一些阿嬷啦，一些家人，当然会有点愧疚了当然是也是，他们也很辛苦在台湾，那说真的，有时候也没有时间常回去嘛对不对？常常就也是会想啦。我感觉感觉好像啦，你们的交通也方便了方便了地球村，你讲他转移有事情转移，飞机买个票也就很快，想听都不想的啦。想家这是正常的这个思乡之情都会有这个随缘吧，还是感觉随缘的。因为唔知讲你以前去台湾有乜嘢事情，有记嘅嘛？我那个80几年吧林肯大郡嘛，我也是受灾户嘞。
有想到这样子，我心情不舒服。顾少讲了两位可能没有疗伤，哦，改变一些环境吧。按当然高兴嘅，仲爱高兴啊。对的。哦，看起来好差。有没有自信？柯大哥嘅面孔总系有亲切嘅笑容，我想你係佢用來砸低內心脆弱嘅一種方式，可能踏上你嘅生命度，都是度過人生嘅低潮，呢條岔路，起碼嘅會變做一種能量，留養分，伴你做得成長。我建議留柯大哥留強下，我看到係做一個男明人嘅堅強韌性，感謝佢帶俾我歡笑留溫暖，每幫我上了一堂寶貴嘅課程，我祝福柯大哥有行較美好嘅人生咯。